325平方個大平層喺吉大嗰邊，可以睇下呢個大廳，哇，真係超級充足嚟啊！而且嗰邊可以睇一下一線海景同山景嚟啊！可以睇下，哇，呢邊係澳門嚟啊，呢度就係海景嚟啦，同山景結合喺一齊。咁我哋轉個鏡頭嚟睇下整個戶型啊！首先我哋喺大門嗰邊睇起啊，獨梯獨戶個設計非常大氣，可以睇下呢張獨梯獨戶嚟嘅，咁入嚟嘅玄關位都係做口邊嚟噶，呢個就係交付嘅標準嚟嘅，可以睇下佢個整個設計風格同格局啊。咁呢度呢就係你廚房嚟啦，呢個廚房空間非常充足，關鍵佢個視野啊係山景嚟啊，都係非常舒服噶。咁呢度呢就係有一個小個露台嘅位置嚟啦，呢個露台嘅位置空間感就非常充足噶，而且呢度有個逃生竇嚟噶，加埋嗰邊係保姆個房嚟嘅。接咗嚟呢，我哋睇下其他個格局啊，可以睇下佢中間呢個空間利用得非常 OK 嚟噶，呢度可以做一個吧台啦，然後嗰邊呢我哋首先睇一下嗰啲房嚟，最後你睇下主人房個位置。咁接咗嚟我哋睇下呢套房先，呢個房呢佢嗰度呢有一個衣帽間嚟噶，設置咗一個衣帽間個位置，梳妝台個位置嚟嘅。咁我哋呢就係你再接咗嚟你睇其他的一個房啊。呢邊呢就係公共衛生間嚟嘅，公共衛生間空間都係好充足啊，325平方個大平層。呢頭係頭房俾父母住嚟嘅，可以睇下嗰個空間。咁父母個房睇下，哇！平時好似普通家庭的一個超級大個大廳個空間咁，可以睇下。呢度呢就係公園嚟噶，可以睇下個整個山景。咁我哋呢度你就會再有一個小朋友嘅房，小朋友個房空間感係非常嘅充足嚟嘅。我哋呢個最大嘅亮點嚟呢，就係主人房嚟啦。我哋依家去主人房嗰邊睇一下，總統套房真啊非常 OK， 可以睇下呢邊，哇！呢個空間感真係非常大，咁最有一個更大嘅空間就係呢度嚟啦，衣帽間。呢個衣帽間夠唔夠用呢？如果唔夠用，連埋呢個書房嘅位置都用埋佢。佢整咗個書房，由外邊你仲會有一個陽台，可以睇一下。呢個陽台嘅空間夠唔夠充足呢？睇下嗰邊，哇！呢度就係澳門嚟啦，山景，然後海景。人工島加埋嗰邊個海景，睇到嘛？真係超級靚啊！咁入嚟我哋睇下瞓覺個位置先。呢個主人房個空間，哇！睇下超級大個飄窗嘅位置，坐喺嗰度就可以睇到海景嚟啦。如果唔想睇海景，又唔想嗰度睇嗰個山景個位置咧，都可以嘅。仲有其他位置嚟噶，咁就睇嗰邊另外個山景公園嚟嘅。呢種係325平方嘅，有3個戶型設計啊。房就睇完咗啦，325平方嚟噶，3萬多個價錢，海景房、山景房。真係非常唔錯一個地方嚟嘅，喺珠海市區市中心個地段嚟嘅，係吉大嗰邊嚟。咁佢有3個戶型設計啊，佢有中式嘅、港式嘅、法式嘅3種戶型裝修標準都交配嚟噶。咁睇你嗰邊中意邊個風格，然後另外呢依家呢個其中一個風格嚟啊，呢個係港式嘅風格嚟嘅。咁接咗嚟我哋會喺後邊嗰度再放一下